101人温升豪赶在农历年节前，专程南下牡丹乡高士国小母林分校，参与疗愈之手基金会与恒春基督教医院携手关怀协助偏乡部落孩子的公益活动，与刚放寒假来自牡林、长乐、伊屯、中兴仑共4个客辅班的90多位小朋友一起踢足球 ，DIY 台湾足琉璃珠公益，鼓励孩子们勇敢追梦，而孩童们也热情地团团围住他，大声喊他生豪哥哥。温升豪日前到屏东和偏乡孩子们一起踢足球，没想到足球不太在行的他，竟在比赛开始后就踢进1球得分。他开心表示真的蛮爽的，一开始我搞不清楚，因为左边、右边谁是谁我都还不太清楚，就下场踢球。生豪哥哥启发孩子们勇敢做梦，比方说，原住民的小朋友细胞或音乐细胞很好，你有艺术天分，你很会唱歌，就朝那个方向去做。很多优秀的体育选手也是原住民，还有很多原住民的歌手，例如张惠妹是你的偶像，你希望几年之后可以像她一样，也许达不到跟她一样的成就，但是我们以她来鼓励自己。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筑梦踏实的态度。可爱的孩子们专心聆听温升豪哥哥说话，小男孩大赞他好帅、好高，女孩们则争相与升豪哥哥拍照要签名。一天的相处，温升豪有感而发地表示，山上的孩子们喜怒哀乐都表现在脸上。我们一起踢球时，他们有拼搏的精神；一起合照时，他们笑容灿烂。这种纯真的感动，是在都会里比较少获得的。他希望大家在有能力的范围内帮助需要的人，